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3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1到第2节，第9到16节。出埃及记第6章第1到第13节，使徒行传第7章35到4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时间。传道书说，万事都有定期，都有上帝特定的时间。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在台湾有许多的候鸟就开始准备北返，特别是南部的黑面琵鹭啊，或是我们可以在河道溪流当中时常可以看到的，像类似苍鹭啊等等的这些鸟类。在美国加州局县比较南边的地方，有一个城镇叫做San Juan Capistrano。每年大约3月中旬的时候呢，会举行一个活动，今年是定在3月19号。这个活动叫做 Return of the Swallows Mission San Juan Capistrano。这个是由天主教会位于在这个 San Juan Capistrano 这个城市的一个300多年的宣教纪念教会所举办的归北的燕子。这个活动因为每年的春天季节到的时候，在这个季节燕子就会自动的从这个赤道比较南方的地方北返，然后很有趣的必定经过这个临太平洋的小城镇整个城镇都看得到很多很多的燕子。虽然我们人类将时间划分每分钟划分为60秒，每小时60分钟，每天有24小时，每周有7天，每个月分别有28、29、30、31天不等，每年有12个月365天。但是我们知道每天的白天晚上都不一样长。在冬天呢，北半球的白天比较短，夜晚比较长。夏天则相反。这种自然的时间现象，事实上是大自然的运作，来自于地球的自转还有公转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基督徒说，这是大自然，是上帝的创造，还有上帝的管理。因此号称当代呢最有智慧的以色列王所罗门王呢，他也悟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他说，天下万事都有定期，都有上帝特定的时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杀害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泣有时，欢笑有时，哀痛有时，舞蹈有时，同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淡有时，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缄默有时，言谈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
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所阅读的最后一节，可以说是我们现在人最不喜欢看到的，特别是现在正在战争地区的乌克兰人，对他们而言，面对强权的狂人所造成的战争，让他们没有和平的日子。他们真是希望和平之时赶快到来。我们也要天天为他们祷告，求主怜悯并惩罚这个军事狂人普丁。圣经里面时常提到时间的问题。耶稣说，关于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36节所记载的。只有上帝是时间的上帝，他设立掌管时间。耶稣基督说，现在我心里愁烦，我该说什么好呢？我该求父亲救我脱离这时刻吗？但我正在为此而来，要经历这苦难的时刻。父亲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基督是为了他遇难的时间在说话。在此之前，耶稣基督不让门徒，更不让那个污鬼说出他的身份，那是因为他说他的时间未到。但如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耶稣基督已经非常明白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他说，光在你们中间的为时不多了，你们该趁着还有光的时候继续行走，免得黑暗追上你们。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知道他往哪里去。趁着你们还有光的时候，要信从光，好使你们成为光明的人。耶稣基督要跟从他的人们，要趁着有光。耶稣指的这个光是指耶稣基督自己了哈。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要信从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光明的人。我们都知道要当一个光明的人，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却因为骄傲而活在自己的世界，在撒旦的黑暗当中，就如同浪子的大儿子，也如同俄国领导人普丁一样，就成了撒旦的代言人、杀手，侵略乌克兰，杀害许多无辜的生命。就连那些不明就里的被派去战场的俄国军人，其中有不少人，他们是莫名其妙的牺牲了生命。在这个时候，上帝要我们成为光明之子，至少我们要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侵略者的不满，为乌克兰发声。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受上帝的呼召，成为和平光明的代祷者。此时此刻，我们若不发声，就是与恶同流。在联合国那35个放弃投票权的国家，其实他们跟那个5票反对谴责俄国的国家都是同样的恶者。耶稣基督说，那打雷的声音，他这样解释，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而发的。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现在世上的统治者要被推翻。
我从地上被举起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个时候将会是上帝的时间，将恶者交给上帝，将世人交托给主。愿主的光明与平安被高举，愿人们都归主耶稣基督。诗篇91篇第1节到第2节，第9到16节。我们的保护者，上帝，凡向他至高者寻求安全，坐在全能者庇荫之下的人，都可以向上主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堡垒，你是我的上帝，我信靠你。第9节，因为你以上主为避难所，以至高者为居所，灾害不会袭击你，祸患不会挨近你的家。上帝要差派天使看顾你，无论往哪里去都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使你的脚不至于在石头上碰伤。你要践踏狮子和蛇，你要踏碎凶猛的狮子和毒蛇。上帝说：我要拯救爱我的人，我要保护敬拜我的人。他们求告我，我要回答。他们在患难中，我要与他们同在。我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得光荣。我要使他们享长寿，我要拯救他们。愿慈爱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此时此刻赏赐和平降临乌克兰，也愿全世界属光明的人同心为乌克兰、为世界的和平祷告，让侵略邪恶的人离开我们当中。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